只是话。我上了现在上午边个，说不能哭的做过，你啥话哪拉伢个，我那个没我估计我的话没，马达你个，我那伢的话，我上了去不读，说哭的做他妈那个咱俩哭完不读你个没去，你过去的做咯，别买那个没，这边的什么个咯，我伢我的话拉嘛伢，没什么40年。这错你40年过呗，过着会开别么话呗，会开话啥下，就多别么话哎，我多2下，再伢着没扎别么话啥下，再伢着木口多别话2下，再伢着会过别话啥下，我啥别去，这个话里嘛我别哎，我伢我啥的啥么，我伢特别是我俩去，特别那你老师说什么米咋生啊，什么米嘛生啊，特别哎。关键你们说太没有可能话路年太年，说我计划八卦，说历史，你让不难话哎，什么怎么没米他妈嘞？嘛第四嘛特别抓，就那里嘛硬哎，特别特别抓。关键什么怎么没米他妈嘞？明年特别别10年，就是这些年他妈嘞俺们，特别别嘛硬了。过年俺们太年说，我计划把我俺们，阿里别抓，说历史不呢？我啥没意思的，苦着嘛他妈娘娘，天天弄么可苦着苦啷个，也来着，我啥别去，马师傅可没去了嘛，你给俺娘娘，专门在弄么关键那边天天有话嘞，那你他话没别啦，他话你什么没早说别啦，别你，天天那你你谁干嘛了？关键可什么别可搞起都抓，你别说他话，错下没去别俺们，特别没苦的错呢，错下没去别得错话来抓说他伢拉错吃我拍天抓错吃我做那么在个面伢么查拉特别么吃来查我我伢去搞起都抓咯，别你们去过说，我啥别去的，20年哈子都因为什么伢有哈头里头啥吃谷子，别里吃子哇，咱们这里我也嘛阿吉了，别嘛个拉咯，别手咋么咋么别去过别，我提路票过嘛，啥么里拉错阿米呀，一代家咯。我哩是什么哩拉错一代吃了呢？一碗比点了那么一碗哩一代点咯，一年过过年点咯，若无啥别可别的，至少我可多一了。现在嘛，我们爸爸无少，你的什么对的花啊咪，不能苦的做过，我们对的吃了是，你的水果啊，你的米的果，你什么？你们可对的吃过。那个那么一直，你嘛那个，你别给他我们是，我们生活中的小咯，那是什么好像我们过了过每一个事，我们过了过没怕意思，我们得没个嘞，我们得哈咋都个嘞，被死怕意思，没个别掉咯，对的皮拉子。过年妈咪他妈呢，有哈头里头我们是呢，阿里什么名啊？不然呢，死怕意思呢，什么嘞？咱们这边杀退了快嘛，一么名啊？死怕意思呢，一么明白看，他不我说人家的。带我过边，一妈咪咋的？带我过边咋嘛？说呀，天里路么大，一家带我，俺家咋是什么带我？在家我话嘛带我，你行带我也没远，为了俺咪带我天嘛远嘛，我都我操带我操，我俩嘛那么带我过边是怕也说一妈跟你什么，什么咋个？他妈的我这第四哩，咋嘛我说路么了？你们说可是错，特别我路年台。带我也嘛，没装过，一说去白话带我也嘛，生意了白话带我代表也嘛，没装过。外面说人家代表一个人家代表我咋过来是？代表我嘛比我破没远了，代表我嘛比我一直没个事情没晒头我。我那个咪代表对我差，你快10年对我咋过来？代表他妈一时怕的，没个嘛巴拉嘛说，没话题里都没了。关键你们可是跟你什么年做头啊？有话头里头可能话路年台。这话做的是怕耶稣呢，一做排不呗？因为阿里边做什么哩？一做苦口啊，吃也没得我做路没了。一做排不呢，早都那么比路票可能我吃哟。这一天呢，是怕耶稣呢，一做苦啊，你拿掉喽。我听过什么哩？咱们在提着老，那天呢，是怕耶稣里边干不的呢？耶稣哩一天我带一家个多来别喽。我呢，你们还你讲？有当老错别，什么哩老错伢蛮za来过，有我蛮za来过。若一天的目标我们伢有当老错伢一天摸咯，什么哩老错伢一天没做，我们有我天天考着绝他妈做。我讲是朋友说伢哩白么伢，我带一家个多嘞，特别是，他话伢一家带我过边，别带么个了。
关键咱们人家的爸爸呢，人家有当了从啊，生年我的10不多，一家花多了咯，对吧？关键是朋友说的爸爸呢，侬得一家花多了，说的是侬4天我爸呢，侬一点天呢，一年侬得3年啊，一家1个多了我被推的爸爸了。关键呢，你呢嘛爸妈也呢不，是朋友说呢，咱们在的啥推的嘛呢？一家木大嘛一家100的嘛呗，哎，木嘛大嘛3年一家，我们的白的嘛个。我人家咱们人家那么过，昨天侬家一家知道你么做了，一做过个更难了。侬家离你一家扩了呗，侬一家离远呗，这里白个了。我人家说来说他侬家太娘，一家他妈多少年死了谁喽？我哩个多嘛一家他妈多少年这次没死了，对吧？咱家是朋友说的白么呢？我一代个多嘛一家呢，一年过这次的爸妈3年过去，做多了嘛一做么漂亮哦，对吧？因为一家100一万米的白的嘛个，一家100百嘛他妈呢，啊就多少年做的不了嘛嘛个呗，如果被提早，虽然俺们白个那么白个家嘛3年一家个了，因为说他这说呢，人家3年一家我多了，关键如果被提早，你别虽然俺们如果被一做么漂亮了白他呢，做那个哎一家个嘛多了嘛来白你想嘛个了，关键呢，咱们人家的白呢错掉了。我一家嘛是了，那么被挑个去一家吃了嘛吃那么一家他妈我那个多嘞，对吧？咱们人家提的白的米那么贵呀，我木他们一家个嘛那里，一个嘞白天嘛个，我讲是朋友说人家的白里白的呢，这侬咋过来挑我火的嘞，对吧？我讲咱们人家白啊，我咋过嘛做，哎，是朋友说也白嘛呢，我说侬白嘛呢可做了，哎，侬家咋过我做牛，啊没点嘛侬咋过嘛啊，对吧？我讲，咱们人家的白的呢，错掉，侬那没能咋说跳中俺们嘞，我路多了喽，对吧？我讲，一家没米过比阿里是没米过的话对呀，白的呢，我对团嘛没米过的话对呀。我讲咱们人家的白的呢，我侬批发不呢，我记得嘛的是我啥的我对团喽，侬啊要打了从人家就留啥的我对团喽，对吧？我讲是朋友是白个了，咱们走，我别给他吃着。我记得嘛，光明忙啊，就是啥的光明忙啊，爸爸带我的腿嘛一直吃了我，对吧？关键你那嘛爸妈也呢不，的话带着哈里说不呢，我可以他妈那我无啥点咯，别说天哭着哎，哭着嘛啊，他妈那我无啥点咯，你说嘛人无啥没点，天哭着什么？关键的话带着，我一个人没我家庭呢，一个人啊说跟人没我哎，说我家庭呢，特别是因为吃的吃嘛做。这里吃的人家因为被吃，是人家我可以被煮啊别的我女的是，女的那年的话，那会是那年哎，我吃个嘛学的了那年我夸啊，我夸他那边比阿拉多了我哎，我那个面花我夸那年那时我一家的我嘛吃的我嘛比10年一家我哎，我别个了没咋跑，那是不多年，我的样啊，吃的我嘛我6年的喏，我可以尾款对要不然喏嘛吃。我还说嘛，女的也是一样啊呗。哦，没跑过了，无啥点嘞，对吧？我讲，人家无啥年，突然间没点嘞，对吧？我讲，啊，人家也阿里边没那个了。别的什么人是怕也是没干嘛，人听没得别的嘛了。侬阿里我点个米，无啥点哈比对嘛哩，我对推我们家无啥年哭着了，哭着嘛了。你个听嘛，这个是你哭个米，哎，阿里多阿别你侬特别这个也哭个米，哈比对嘛哩，我对没推我们家，无啥没叫我们去，无啥没叫我们去。我跟你讲，说。阿么白皮阿么妈咪他妈过去6年前，咱们家里是朋友说的馍嘛，一票20做提的卤馍的，因为他妈卤馍嘛家里阿里馍不的呢，要打了错不提的馍是朋友说的，我家是的60年白了不的呢，一个光我把的60年要打了错啊喽呗，咱们人家第3嘛了，所以你妈他妈我呢没能早说被馍了，咱们家他妈呢是朋友说的。阿里关于馍了不的呢，侬咋个我做牛，阿么点嘛和侬咋个忙啊，特别是个。我们过去，我是这个的手术他妈娘没能早说我干嘛呢？咱们他妈娘也收了，你妈他妈，啥嘛他妈那里，你那嘛爸妈也念不？若出了过去，手里嘛大嘛提示着，哎，我们娘身高了，不的呢，有哈头里头嘛，你整我们只做我6年头，啊，说他咱们人没事朋友说呢，一家照顾，有他妈我一家照顾啥团我，啊么你妈他妈我呢，我对团嘛，点么啥团我。啥嘛他妈我哪里嘛照顾啥天不的呢？咱们人家这里别个了，技术比没有大嘛没啥呀，那么我说了，
一起那天英文都在阿吉勒，别嘛个我，别嘛个啦我，别咯。咱们在他妈呢，一说的一色嘛一只吃，阿里别做一咱你过别色巴拉嘛你是做哎，有打了从熬了别嘛提示，门那早说熬了别嘛提示你是色。而我听啥嘛他妈玩家里边，我那年米啥呀？拉我别嘛带我弄我路掉咯，我弄色咯，一拉天家我那阿吉勒别拉我这边是，是怕有时间米啥呀？熬了别嘛来也没色的。因为你那嘛爸妈爷爷不，提次的把什么么嘛照顾完了，若嘞设置是呢，我啥的花木门的，啊，我啥的花木门的。的话说，耶稣很那么多包个一台，别个一台里边怪不得呢，耶稣花呀喽，不特别哎，而且我别个耶稣两诺里花木的，花木门的嘞，耶稣里做的花了呢，人家耶稣来门里嘛个是，人家耶稣花呀喽，不得呢，花么么么，啊做么么嘞，哎，我是现一花也是。哎，也蛮米过来讲哎，人家你普渡白呀喽，白呀可装啊，别我也来听讲哎。为头话来说，哈里说过路啊，明天嘛，根本第四天的讲哎。若明天的说哈里绝呀装我，若是怕一说的哈里嘛，天天绝哩，无啥哩，若出来花了嘛，那是。你别我们那里，若过比无啥的个花是，无啥的，就专门的就花些无啥的个比那么比，一我是这么个。我另外面你们若哈里点嘛听嘛那。无啥嘞，就在花了嘛个咯。点我听嘛白嘞，是怕有时嘞一嘛干嘛可能哇？啊，如听下嘛抓咯，咯听嘛便宜伢哩也白。故此古嘛嘞个大爷是你听嘛嘞花呀咯，一是怕嘞花是。啊，如果嘛伢一是怕嘞花嘛个，哎，花嘛个。哎，一嘛米听嘛嘞就听嘞杂志话咯。我嘞伢你这错字我起那天是怕有时伢哩白干嘛伢？一说嘞一天努比啥推点嘛？哎，我伢一个咯，米啥样个咯？为白嘛嘛的我说那么了。米啥样？俺老慢慢别去的去嘛呢？是怕有时一咱你过别手里慢慢了，什么的？啊，所以别我哎，一家照顾我，还有去照顾我，啊，面是这里别俺们，咱们那他妈呢？米啥样？俺老别一天天嘛算了是，我那俺们是怕有时的一点别忙个了，我那家天天啥去点嘛？可能我一出别不老，老人家里别么呢？咋嘞？特别是哎，咋嘞？特别，我那家。是怕有时间里边么呢？侬我嘛什么咋都呢？我在做咯，特别。啊，过来一出票不就让你在阿妈里那咋都够行啊？关键是怕有时间干嘛呢？一说你我在支付了说一年了一嘛呗，一米一多的那么呢？我咋都啊咯，特别了。哎，你的嘛爸妈爷爷不？是怕有时间爸爸的知道嘛？别个他妈来呢？哎，一年了一那么呗，一米别个他妈来一多的那么呢？一咋都？刷到嘛了，咋都刷到了。你比如哈里说不，若就是事啊不，我上面我原则嘛听嘛人家，我估计我嘛咋嘛大嘛那边嘛也嘛大嘛，若头话来说天天在起来都抓了。头话来人家我上面呀咯，我啥的原则咯，不听人家来推点嘛，一直啊面被抓天起来，各块嘛一直个嘛天起来，人家过来原则把那些，是怕是哪过来嘛啊嘛。咱还没点么？我提指望俺们一年里边，一年了一那么呗，一米一多的那么年，我咋都俺咯，特别了。一年我上面我也在，花过的我嘛咋都在俺们米里把那么的我说那么了。因为说花过的咋都天天我你咋啥咋呢？阿里俺们咋我，的话的说没差呢，咋那么嘛的啊？哎，咋那么米里是哪？可么做？哎，啊可么做？我因为我说就是是啊，不是花起都的时装嘛呢？若无啥的原则嘛，他妈俺们若伢咋都提写里边，加巴拉我别谈了，啊可，加嘛提写个咯，别把那说所有都提写抓咯。我跟你讲，就那块我说路伢谈，上次估计我去那谈，咱们这里我也嘛啊记录，别嘛个啦咯，别手咱们别去怪别个铁路票了怪嘛，上嘛里拉出阿米啊，一代记咯。咱家女的说我说路伢谈。你之前这话人家谈，过来你咱们人家义务各大意思，老票那个对几十年，老票光嘛拿出阿米亚的，拿出点别个咯。你那嘛爸妈爷爷不？什么哩咱们这天嘛呢？后天嘛还你过一年一学没记，一年没多批点数拿了，哎，然后哩你后天做年嘛我做呗，俺们做点嘛每年错入，知道吗？啊，说手里我到了，我那是拿出提出嘛呢是朋友是在木来台。一直还人家我第8年了，一年是朋友是在木那么我的几瓜，
拉出阿妈马天马一直过马天路是你拉忙了，错在阿妈咪拉忙过去只话一门了，我们是咱们人家没来给你还不得对，一家苦那么比如拉天嘛咱们个嘛呢，衣服过马天过各大一是你，路边呢我对的是你，把下午的手咱们着了，你那嘛爸妈爷爷不，说就是是啊不是拍出来木两天，因为什么？说是喊你本领那么个了，说是喊你本领嘛个了。是拍出来木料，是拍出来我木料白你，是喊你没本领嘛个嘛呢？啊，多白点嘛个了，啊，多白点嘛个。实际头我路你嘞，是拍出来木料嘛老错，没做了，本领了，因为是喊你本领了。啥可以用俺们是拍出来木料的，一直喊你本领了。后天嘛喊你我说的苦在的嘛老错个嘛呢？是拍出来木料的来个嘞，一直喊你嘛，我做嘛提本呢，做啥来干我阿妈呢啊都苦在个呢，里咋里干我别提的白巴了。你那嘛爸妈爷爷不，你没做，什么的怎么样？他们俺们是拍出的木料的，一直喊你ali本领。衣服我把那个大爷是你我，路边呢我嘛把下午来手怎么这样了？阿们来路你嘞，他们家没啥样个么事。你们弄我说就说是拍出的木料的，说那我手怎么在你什么？你妈他妈做了我。是拍出来木料你白条，我啥来木料你白条？啊，天里我啥子个么子？做拍了后边个么做？我白条个么呢？哎，阿里边做一时多了嘛，没的，哎，什么的？的话的说就是是不呢？阿里我一直过来不呢？说速度咋嘛？我一直没过来嘛？速度咋嘛？我说在关键里边不呢？阿里边日呀，不按日呀，他是这里边我办法，日呀咋嘛？我呢？特别是呢，我咋一那是呢？咋吃了嘛？了嘛？试试没厉害哎！我提起你就是我说起我呢咋的？咋的？为啥这个过来找我白谈呢？为啥来说嘛？一杯阿米啊，一杯提的吃老票啊！咱这边吃的那吃，说嘛嘞嘛是咱们这，门啊！我嘞俺们人家说多咱们过嘛那年来干不的呀？咱这边吃了嘛过嘛哎？咱嘞咱们当那吃，给两我吃，啊就我米嘞很说多，找我两嘛没化妆，这都失败了。啊就他五十百克，那拉听哪里听哪哎？提起的提起啊说的那拉，阿没听到我没怕里头嘛什么没咋个？特别嘛这么猛嘛，这么猛嘛。啊，没听到嘛？那这么快，过了嘛？挺好，太白了。哎，好不？听妈妈衣服听到我，妈咪也没扎。啊，说咪啊，可热你那看嘛？啊，没扎呢，热你那看。人家什么没扎？啊，可热你那看。啊，我一可能我 memory 卡说呢，查查别热巴拉我哎。你那嘛爸爸爷爷不？速度咋嘛个嘛呢？那治了没吃？头不我妈里嘛不治嘛啊？为了俺们弄我们家花10年花1季，啥块吃你就几年那你吃，一直别俺人那俩咱别摸了。那差一多嘞，我那边你想嘛没想我，别个你想嘛没想我，这里别了，我啥别看那你嘛，他说话，那来就他拉我呢，他妈来是拉错体重啊，别你想嘛你没说，是怕一说来没来的，说体重没能哇，阿里是多拉别的呢，我啥这个别你想嘛，我啥这个手掌木在你想嘛，我啥子呢阿里就个嘛，我们呢手掌木在你想嘛，你嘛人做事哇，多拉嘛他妈一无听嘛了。我啥别去没事那么装我，说最的嘎个把那么装我，哎，越在你想嘛你嘛装我，他妈咪说就是啊，这俺嘛一时里头一天里装哎，阿么他说咱们啊，什么的咱们啊，他妈来路年的，一年路票呢我对的是呢，一个天嘛一直这个啥多啥票个嘛来一米里我，一个我讲嘛一家可那么比我解释，一家嘛可呗，路票呢我得对了，你们弄我说就是了的话了。为啥嘞？你嘛他妈面里的？为啥没你什么？为啥嘞？原在你什么？你嘛他妈面里的？你花过的没有？可他妈嘞？你米里个什么做？哎，米里个什么做？的话的说，你别呢？啊，我一毛八了，或者聪明我一毛八了，我米可米啊，说听你别嘛？我米可米啊，3年我那么八了，说米个嘛一多哩起来，啊，一家是一多嘛做起来，说呢，我可以嘛拉嘛里边听讲，啊，就那么哎，米啊别那听讲。我没一查，我还把天么，我干嘛去提议哇？那么你说嘛？那3年我你说什么查嘞？啊妈咋和我那把啷个呢？嘛啊，做提的别我。为你们你俩嘛爸妈爷爷不？什么的咱们啊，他妈来做点数多啊，可专门啊喽。过年做团来是洛阳马蹄克白天做，你快识得的做哎。有哈头立腿嘛，立次你这玩意特别不？一万年咱们在的阿门我弄家喽，弄白马过比那么啊，还有半年我弄几千把这个是
推嘛呀，只米内的就那么就是怕俺嘛我弄死喽，弟弟可嘛很要讲。阿么伢侬身上木脏嘛过去，我弄嘛就掉了，我弄几枪骨头里把着死，我弄伢老出的推着嘛伢，只米内的就那么就是怕俺了，为嘛嘞我弄死喽，对吧？因为阿么我弟弟话，我上班去身上木脏的，在个的，那伢嘛阿里苦做俺们我那你个嘛提些做，因为侬伢阿十的行里说啊，3点嘛无啥的行里说，3点嘛无啥的行里说就特别的我，提次的把3点嘛无啥，3面个说特别的我。古里伢马哈里说提出来做两那年了我，侬话为啥3点半伢一啥些，阿里把做一手里头，马个嘞，别我们侬阿里马个，哈里说面别嘛别么过，别么过，特别是我的做的个20年啊，别么过，你那嘛爸妈爷爷么，花的做没不可以呀的，我没意呀的，侬话为啥伢3点嘛为啥我把伢嘞，我侬来马个都提是个嘞，阿说马个嘛罢了。我另外咪，你那嘛爸妈爷爷不？啊，说的个是，阿里吧，路边那我电话把下不伢里边么伢，侬别么别去管理嘛伢子，我侬几钱把这个生意，我侬几钱，就苦做嘛伢咯，听白了。你们说就是是不可能哇，3点嘛无啥伢，这次做咯，这次我伢咯，别么个嘛伢，做日黑你我骗了多少？等会儿人家拖嘛里嘛个嘛讲我不当嘛不多个嘛是，但来是拖嘛嘛天里嘛里面。嘛啊，来天妈咪早说天嘛，一直吃日黑你过，一里无啥里嘛没嘞，天里早点说里面做。我另外白天呢，如今吃，可天嘛可做么？当我白天呢，就我早天呢，那块天说俺们哈子都嘛可做么？我哩三个女生嘛呢，昨呢我啥白去手掌么早了白天呢，如今吃妈咪他妈来早做的生意，如今吃可做那个是，咱家妈咪个嘛俺们如日黑你我骗了我是。我啥年我年了，为么呢？我你别我年什么个嘞？啊说我对我年是，啊说这些年我年是，我本来侬手掌木掌那么高，我哩我本年侬提克手掌木掌阿咪，侬那啊这次可是么哩说别嘛不多呢，说把这的3万都骗了。我你3个女小么呢？你没做对我点嘛？你那嘛爸爸爷爷不？啊说呢，我说别嘛嘞，没怕别呢，我啥呢？跟我年做。我们在旁边人跟我年做，我的钱我比如这么忙边，如这钱我对我骗了嘛，我年嘛我白天呐，我把人偷了嘛了，我把人就是只别打嘛了，我的嘛我本呐，说了多来扣了天说啥，把人嘛别装哎，说把人打么我那边没我说把人鸟，侬话哈里说过边那边我赔了，让赔贴包给你，赔钱给我给你，白天让赔一个。这是两个抓，么说他没人是他妈抓不了，那还你我没养我把人，那边还你我没养嘛？他是你咋个种？这是会抓哎，你咋个？我那边的什么呢？侬在呢6个那么标，破音那么标，让你10年都把么呢？阿咪抓我，嘛学了苦嘛领我，阿里我阿咪抓我，我的人侬家就是说白嘛来把这的生意，哈里点嘛的钱嘛俺边，无啥人玩鸟了，无啥3点了么个嘛呢？侬是喊你话手掌木掌都，侬是喊你话侬就第4两我白天呢，侬呢这次无啥的没里嘛咯？我里是拉托呢，阿里是克了多，阿里是让你多，阿里是别里多的人来给两阿米人呢，我嘛觉得花里巴拉嘛咯，别个你们看过？无啥别个听没去过呗？说3个你想嘛我把这说就是的，无啥意思两嘛人钱可能么子。